好，来乡亲啊，继续来看这个台南永康的高铁桥卡，伫昨日暗发生重大的车祸，有一个阿姨骑着乌托摆载外甥甲外甥女要转去，结果互一个啉酒闯红灯的驾驶弄一个人弹出去，这阿姨是当场死亡，两个幼囡仔是来受重伤。啊，讲这台弄死人的驾驶，伫出车祸的前5分钟，才拄啊甲一台汽车来相压。肇事逃走了后，才佫造成这件死亡的车祸。这个肇事的驾驶讲伊真后悔，但是后悔有啥物路用呢？人已经互弄死了。行车记录器翕到，证明一个乌色轿车驶真紧，冲红灯弄了一个骑奥多摆的人，奥多摆弄甲害了了，骑奥多摆人飞一个有够远。警察人员一个赶到现场，发现这个车弄一个拢变形，骑奥多摆人因为伤势相当，急救嘛无效，回在两个外甥啊伤势嘛真严重。要对死者家属道歉吗？你喝了多少酒？谢谢哦，谢谢哦，不好意思，谢谢。喝了多少酒？谢谢。会不会后悔？会。后悔嘛袂负啊！这个现场的驾驶啉酒驶车，佫弄红灯，造成一死2伤被医送。消息一个传开了，有网友讲，伫5分钟前伊共弄着了醉走。画面中，这个现场的驾驶人咧等红灯的时，伊共压着头前这个乌色轿车了，随驶倒退醉走。接获民众110报案称遭 A3 车祸肇逃事件。那经本所查发现车牌号码与发生在永康区大埔路高铁桥下之车祸案件一致。5分钟前才发生车祸，肇事驾驶却弄红灯逃走，又佫造成死亡车祸，即马佫较后悔，嘛无多弥补破碎家庭。